各位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嘅法興股證在線。今日有 call 嘅 call，個市咧都跌得幾犀利啊！今日嚟講啊，跌幅咧超過1%啊。咁係咪個市場咧已經出現一個氣候嘅大逆轉？有冇留意到啲咩特別嘅資金流啊？係啦。如果今日嚟講啦，咁見到咧，或者就算唔係今日啦，上個星期開始其實咧都比較多資金咧撈好倉㗎啦。咁你見到如果截至上個星期五嘅話咧，都差唔多7:3比㗎，即係牛證咧嗰個街貨分佈咧比較多㗎，多人買嘅。即係越流入越睇好。咁不過咧，我哋留意到個市場嗰個風向突然間轉變啦，因為咧由上個星期五開始起計咧，我哋留意到咧美國債券嘅息率咧係突然間係抽升嚇。我留意翻一個長債咧係升破咗5%啊，咁引發一個市場咧重估緊咧到底個通脹問題會唔會係持續啦？咁加上咧大家係擔心緊咧，即係話會唔會今年咧係唔減息㗎啦？我哋睇到咧Fed Watch 嗰度咧，去到年底咧，甚至咧有部分嘅分析員咧係估計會加息添喎。咁換句話說咧，即係打亂咗大家原本諗緊一個低息環境繼續減息利好一啲科技股等等啦，經濟嘅股份啦嚇。但係而家我哋留意到即係譬如中美談判之後咧，霍爾木茲海峽呢個問題未解決㗎嘛。咁所以咧大家都始終都係擔心翻個通脹嘅問題嚇。咁所以成個 theme 咧，今個禮拜咧顯著係有少少改變嘅。我哋見到咧指數咧落翻嚟25,600點呢個位置，跌幅係1%嘅。咁而藍籌股方面咧非常個別發展啦，留意到咧科技股方面咧，騰訊啦、巴巴啦都跌幅係有翻咁上下啦。特別係即係騰訊咧，今日好似想即係一度反撲，結果都係暫時咧係收低啊嚇。咁嗰度請教下你先嗱，如果真係咧個債息係繼續持續向上嘅話咧，成個即係投資概念或者嗰個資產嘅聯動情況會點樣咧？特別係譬如黃金白銀同埋嗰啲一眾嘅科技股咧，嗰個方向會點樣改變嘅咧？係啦。咁如果講緊咧，因為近期其實佢嘅債息咧，的確係即係抽升啦。咁樣市場方面咧，開始有啲即係重估咧佢哋而家呢啲科技股嘅估值，即係睇下佢會唔會估值過高啦。咁見到無論咧係港美股咧，其實部分嘅科技股咧，有啲都係受到拖累嘅。咁頭先都講到啦，即係如果話係騰訊巴巴呢啲咧，咁其實今日都唔係咁爭氣啦，都有再跌啦。咁樣呢個情況下咧，所以都要小心嘅。咁甚至咧，可能又會有部分嘅投資者會做一啲防守性呢啲嘅部署，咁流向一啲高息股嘅。另外啦，即係如果話除咗係呢啲正股之外啦，咁其他咧嘅資產類別，即係例如咧油已經係油價 keep 住有升啦。咁其實港股方面都有一啲係油相關嘅股票咧，咁我哋陣間都可以提一提，大家留意下嘅。咁另外啦，如果係講緊黃金咧同埋白銀咧，其實因為而家有一個話強美元嘅預期啦，咁佢哋咧都見到啦，即係上個星期五咧都有明顯又再下跌翻呢個情況啦。好嗱，咁我先講咗金價同埋白銀有咩相關產品同埋最新嗰個走勢先，因為咧大家就擔心翻4月嗰個 PPI 啦、CPI 嗰個數字，因為兩個數字咧都顯著超過市場預期並冇好似官方咁話通脹係受控啦，咁引發咧成個貴金屬市場咧呢一排好波動咁特別係咧黃金價格有一個劇烈嘅震盪出咗嚟喺5月中旬嘅時候咧，曾經一度咧創下2% 嘅跌幅另外白銀價格咧都係好創，我哋留意到上個星期咧一度係飆升過之後咧，又再反覆向下咁每盎司咧喺翻76至85美元之間咧係上上落落咁有波幅自然有即係一個操作嘅機會啦。咁我哋先睇睇咧黃金同埋白銀啦，兩邊嘅相關產品咧呢排嗰個熱度又係點咧？係啦。咁如果講話咧，即係黃金方面咧，咁其實比較多少少資金咧想撈下底嘅。咁尤其係即係佢下跌嘅情況嘅時候咧，咁都係有一啲資金即係會係睇佢好倉啦。咁但係因為始終啱都講到啦，如果話咧即係驚繼續咧強美元，咁大家咧覺得或者係通脹即係預期繼續升溫嘅話，咁其實呢啲黃金白銀呢啲資產會唔會有一個即係受壓咧？喺短期裏邊咁樣睇到咧，如果真係咧想即係兩邊部署嘅話啦，咁我哋都有產品嘅。咁先講咗即係黃金嘅好倉啦，好倉產品咧，咁其實近期比較受歡迎咧，都有一隻高槓桿啲產品，就11099嘅11099呢隻產品咧，咁佢11倍槓桿啦，9月中到期咧，咁因為可以攞翻嗰一個遠啲行使價6200嘅話咧，佢就可以做到槓桿高啲啦，同埋市場上面比較受歡迎呢啲啦。不過都留意翻呢一隻咧，因為你攞個遠嘅行使價咧，
雖然槓桿高，咁但係同樣咧都會倍大咗即係佢嘅升值幅或者跌幅嘅。咁另外啦，如果係咧做淡部署啦，咁我哋有11100呢隻put 輪嘅11100咧，咁就都係9月中嘅到期產品啦。而家嚟講開始貼價啦，咁就4400嘅行使價咧，槓桿咧都仲有6倍附近嘅，都會而家嚟講大粒少少啦。咁另外啦，睇埋白銀啦，白銀咧其實即係月中嘅時候咧都曾經抽升過啦，咁但係又落翻嚟嘅呢個情況啦。咁如果講白銀咧，咁就好淡部署都有人睇嘅。如果講緊好倉為主啦，咁就大概就11125呢個產品啦，9月到期嘅有20%左右行使價嘅話咧，有4倍左右槓桿嘅呢一隻。另外如果睇淡啦，我哋就有11126啦，11126咧咁都係9月到期嘅，都係同樣20%附近嘅一個行使價，槓桿咧就3倍幾啦。咁點解話即係白銀咧見到佢都係講即係20幾%嘅產品咧，但係佢個槓桿相對低啲咧，因為佢係波動性高啲嘅一個資產嚟㗎，所以咧佢個引伸波幅咧相對嚟講都會係偏高少少。如果同黃金比較，咁但係本身咧白銀就係一個波幅比較大啦。佢咧即係如果講緊話可能今日啦同上個星期五嘅4點鐘比較，咁其實咧都係而家嚟講跌咗4.6% 㗎啦。相對嚟講咧，即係如果講黃金咧，其實就係即係輕微咁樣下跌啫咁樣。所以白銀嚟講咧，本身係呢個波幅大嘅資產，咁樣佢引伸波幅咧即係高啲咧都唔出奇嘅。咁啊有波幅有啲短線嘅機會啦。咁啊再補充多少少咧，到底大行點樣睇？因為其實而家短線嚟講，如果話啲美債喐得咁勁啦，美金轉強咧，持有黃金咧喺短時間嚟講，的確係有少少蝕底嘅，因為真係冇息㗎嘛嚇。咁啊市場短暫嘅沽售咧，亦都可以理解。不過咧，大行咧普遍係繼續睇好咧中長期嗰個黃金嘅表現啊。預計咧年底啊金價咧有機會上到去$5000以上嘅。咁啊主要係兩個因素啦。第一啦，通脹啦，甚至滯脹啦嚇。咁啊第二亦都係全球央行咧繼續戰略性咁樣去搶救咧一個黃金嘅一個庫存啊。咁啊始終都係地緣政治係未解決㗎嘛。咁啊我哋繼續睇多啲。到底嚟緊會唔會有啲新嘅即係政策，或者係個戰事啊，地緣戰事嘅戰事會唔會有一個即係緩和嘅跡象啦嚇？咁啊不妨多啲留意啱啱提過嘅黃金嘅 call put 同埋白銀嘅 call put 啦。咁啊 lock 住個波幅啦，睇下短線嘅機會係喺邊度啦嚇。好，咁啊頭先講完啦，即係黃金同白銀啦，咁啊亦都同大家 cover 咗即係成個美債嘅環境嘅變化啦嚇。咁啊見到都拖累翻咧港股方面個表現嚇。今朝早咧恒生指數咧就落到嚟25600呢個位置，跌幅係有1%嘅。但我哋睇翻區內市場咧，其實嗰個變化唔係真係咁大嘅啫喎嚇。咁啊嗱，指數落到嚟25600啦嚇，回復翻去咧近期一個波幅底部。成個5月嚟有講咧，其實都係上上落落嚇，冇話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升幅，或者亦都有冇話一個好大嘅沽壓出嚟啊嚇。咁啊嗱，又係一個炒波幅嘅機會咯 ，Call 嚇。咁啊而家市場個產品供應係點樣咧？係啦。咁如果咧講話今日嚟講啦，其實就冇一啲好近嘅熊證嘅，因為其實對急跌落嚟嘅情況咧，我哋睇一睇一個例如牛熊快手啦，你今日去啲頁面望一望嘅話咧，會見到點解最貼嗰隻好似都要26400附近咧？咁因為就啱啱講到啦，即係話如果急跌咧，咁我哋3日之後先可以咧上市嘅產品係啦。而家嚟講咧，最近咧都係差唔多呢個位置嘅啫。咁要等到後日，即係5月20號咧，咁先會有一啲比較貼少少嘅產品咧會有上市啦。咁另外咧，即係如果講話係一啲牛證產品咧，今日就比較多啲人去睇嘅。牛證產品嘅話咧，咁就24900到25400附近嘅收回嘅水平啦，比較多人睇。咁另外咧，如果係熊證嘅話，就26300到26800附近啦。係啦，好啊，我哋一齊望一望。係啦，呢度可以見到嘅，即係所以係咧今日嚟講啦，就其實見到就。有啲投資者咧，佢哋其實換馬嘅，佢哋咧就換翻去一啲咧，即係大概嘅比較近少少嘅一啲產品為主㗎。今日嚟講，係啦，咁但係都係以好倉流入為主咯。咁不如一齊睇下啦，嗱，而家我哋睇睇個指數咧，下邊個位置咧，大家都估緊，即係可能25000又會有一個上演一個攻防戰㗎啦，因為啲整數關，大家都會睇開258呢啲位㗎啦嚇。咁啊睇睇25000
如果話攞嚟做一個防守線啦嚇，咁上邊咧都係26,000㗎啦。其實來來回都係25,000、26,000呢啲位啊嚇。咁啊，牛熊證啊或者 call put 輪又應該點樣揀咧嚇？好啊。嗱，你講25,000附近位置咧，咁如果係覺得話呢度有個支持位咧，我哋可以提一提，即係一啲產品咧，咁係攞翻25,000樓下嗰收回價啦。不過咧，相對嚟講，即係佢嘅距離遠啲啲，咁同現價比較，即係600幾點距離啦。槓桿咧就30幾倍嘅啫，咁但係都唔低嘅，30幾倍槓桿。因為咧相對之下啦，頭先見到一啲近啲嘅產品咧，可能講到話咧40倍樓上啊咁樣更加多。咁但係咧自己即係去考慮翻咁樣咧想即係攞翻幾遠嘅一個距離啦。咁所以相對嚟講，即係防守性又可能話強啲啦。咁例如我哋咧55480呢隻牛證咧，咁24958嘅收回價啊嘛。咁講緊咧槓桿36倍呢一隻咧，而家嚟講都做緊7仙附近嘅呢個產品。係啦，咁另外咧頭先你講話26,000啊嘛，26,000咧我哋都可以一齊揾下嘅。呢個位置啦，咁26,000咧因為我哋近嘅產品咧都要26,400樓上㗎啦。咁如果咧今日咧望一望呢一隻熊證啊，比較貼啲嘅58205啊，58205呢一隻咧，咁其實都要講話成700幾點，差唔多800點嘅距離㗎啦。26,400嘅收回價，咁樣槓桿咧就28倍附近咯。呢隻都係一個新上市嘅產品嚟嘅。好，不妨多啲留意啦嚇。咁啊嗱，頭先講咗咧指數上面嘅部署啦，不如都睇睇咧今日啊個別喺逆市入邊有得升嘅股份啦，就係隻海油啦883嚇。咁就成個板塊咧都係炒緊一個憧憬嘅啫，又係即係 risk on 㗎啦嚇，個地緣政治風險又再上升翻啦。我哋見到國際油價咧係反覆再向上啊嚇。咁啊雖然話美金升咗，油價亦都升，因為真係受到一個即係戰事嘅影響啦嚇，擔心翻嗰個油嘅出口受到即係一個阻撓啦嚇。咁啊睇翻海油咧，今朝早嚟講咧係升1%㗎，咁啊上到嚟26.766嚇。咁啊繼續咧沿住條20天線啊，整體嚟講咧今年以嚟嘅升勢咧係未被破壞㗎嚇。咁啊有10天、20天線晾住嘅暫時嚇。咁啊而下邊嗰條線咧100天線都幾遠㗎啦，喺20蚊嘅水平啊嚇。咁啊炒輪嘅朋友咧好多時都會睇住啲移動平均線去做部署嘅。咁啊今朝早多唔多人入場去睇隻883咧？883嘅話咧今朝就有啲即係小注資金去入啦。咁但係見到咧其實近期嚟講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即係好似有個雙底嘅情況咧。啱啱今日又反彈翻做咗咯喎。咁其實而家去到咧26.7附近呢啲位置啦。咁我哋咧如果講話係見到資金流方面咧，牛證流入係比較多啲嘅。我哋可以睇一睇啦。如果牛證產品咧，咁有呢個60727啦，呢一隻咧就大概遠翻少少嘅收回價啦，23.2啦。咁但係槓桿咧都有9倍幾嘅。另外啦，如果係熊證嘅話咧，就55442啦。呢一隻咧收回價就29蚊啦，8% 左右距離啦，咁就有8.4倍左右嘅槓桿嘅。係啦，如果講883咧，另外即係除咗話牛熊證啦，咁如果話 call 輪咧都有啲選擇，咁但係咧 call 輪相對嚟講咧見到啦，咁佢哋咧就貼價啲咧就短身喎。咁如果講咧就要可能去翻成20% 價外嘅一啲產品啦，咁樣28309呢一隻啦。11月到期嘅咁都有8倍左右槓桿，咁但係留意翻，即係如果20% 嗰一個距離咧，對於海油嚟講咧，可能要遠少少啦。相對嚟講係啦，咁就都要自己衡量下。即係如果話牛證嘅話咧，咁就即係避免咗有時間值損耗啊呢啲情況。咁但係就要記得即係攞翻一個合理啲嘅收回距離去做啦。好，咁啊大家咧記得留意住啦嚇。咁啊之前咧遺留一個上升嘅裂口嘅位置咧，大概喺250天線樓上㗎嚇。咁啊即係21.2蚊呢個位咧，就係仲未補翻嘅呢個上升裂口啊。咁啊另外而家咧暫時啊100天線咧就喺25蚊嘅水平嚇。咁啊始終咧整體嚟講，今年即係由3月以嚟咧都係一個波幅嘅走勢嚇，未走出一個太大嘅方向住啊嚇。咁而咧另一方面除咗睇咗即係海油之外，睇睇啲科技股，因為咧我哋上個星期咪同大家傾過咧，哇見到騰訊咧好多錢買喎，特別係炒業績啊嘛嚇。咁業績就對版，不過咧大家就又擔心
係好多擔心啊！而家個市場、又擔心翻嗰個資本開支會大啦嚇。咁雖然管理層就話會繼續回購嘅，咁但係對佢嘅股價咧暫時未見到太大幫助嚇。今朝早咧又喺翻啦450蚊樓下嚇，喺度磨住嚇，低位咧見過446.8啊！真係要請教下 Call 啦嚇。上個星期咪話我係好多錢買㗎嘛，騰訊啲 call 牛咁啊，有冇話一出完業績嗰一下已經走晒㗎啦？見到就有一部分資金即係流出咗，咁但係咧唔算話好多喎，即係佢哋繼續坐啊，係繼續再坐緊，咁同埋隻產品都未到期啦，咁可能即係睇下會唔會有機會覺得會彈翻啦。咁如果呢個情況下佢哋咧揀一個 call 輪嘅話咧，咁佢未到期嘅話。如果引伸波幅嗰啲咧不變啦，咁佢淨係扣啲時間值啦。當然仲有個正股下跌方面啦，咁但係即係有機會可能有啲投資者咧話會唔會等到佢翻家鄉咧？咁但係始終咧都要留意翻嘅，即係如果揀呢啲產品嘅話咧，如果你揀得比較短身嘅話，咁佢咧佢每日嗰個即係時間值損耗啲比較大嘅話咧，可能咧你要正股再升多啲先可以抵消翻呢部分嘅跌幅啦。咁樣咧，如果講牛證嘅話咧，咁就反而如果佢唔打靶嘅話，咁咧你有機會咧彈翻上去，咁樣就所以兩方面咁樣去睇啦。自己要衡量下。係啦，衡分究竟係個風險邊一個自己覺得適合啲啦。咁但係即係揀產品方面，咁就例如即係我哋之前俾啲 tips 啦，咁樣就話即係未必會揀啲咁短到期日啊、咁遠行使價嘅產品啦。咁見到咧佢因為騰訊呢段時間咧佢都跌得比較急啊，而家去翻咧450蚊附近咧。咁如果話市場上面嘅產品咧就唔係話好多嘅，即係好啱嘅一個條款嘅。如果講 call 輪嘅話，係啦，因為咧之前講啲產品咧，可能已經係去到個行使價係已經去到600幾蚊啊啲位，而家講下已經係啦甩咗，即係去成3成幾4成啦價外啦。咁咧我哋咧就有啲新出嘅產品嘅，即係如果講得啱提到我想攞翻一個到期日咧長翻少少嘅，咁就有28821啦，28821呢一隻咧11月初到期嘅 call 輪，560蚊嘅行使價就24%左右價外啦，都有8倍幾左右槓桿嘅呢一隻28821。咁另外啦，即係如果話咧想睇下騰訊嘅 put 輪啦，騰訊 put 輪咧咁我哋都有一隻28953嘅，咁都係11月啦，390蚊嘅行使價，咁槓桿都有7倍幾嘅，咁我都覺得即係呢個情況下咧，因為驚佢唔知係究竟可以反彈到未嘅話咧，咁樣咧未必會即係揀啲咁短身嘅產品俾大家。咁講咧即係11月左右咧，咁佢相對嚟講咧時間值損耗就冇咁大嘅。好，咁啊大家都可能要兩手準備去考慮下啦嚇，甚至咧繼續睇好嘅學阿 Cole 話齋啦嚇，咁啊轉倉嚇係咪轉翻一啲即係貼價少少，要年期又長啲，等自己有多啲嘅即係我哋叫 buffer 嘅空間啦嚇，咁啊靜待嚇正股咧嚇回穩嚇反彈啦嚇，咁啊另一隻咧今日都叫做我會覺得佢有啲睇頭㗎啦嚇，咁啊叫巴巴啦嚇，因為喺個逆市入邊，佢能夠企穩之餘咧，都唔使話以一個低位去收上午盤啦嚇。咁啊，見到咧係130.1啊，暫時咧130蚊呢個位咧有一場嘅攻防戰㗎嚇。咁就大家又喺度諗㗎啦嚇，巴巴咧。其實喺業績入邊已經講明佢個 AI 雲啊係一個極速嘅發展啦，咁啊一度咧引發市場一個憧憬嘅嚇，就話到底3年入邊會唔會以倍數嘅升幅嚇，咁啊晉身一隻即係 AI 概念股啦嚇，咁我哋留意到 AI 概念股，譬如呢排即係智譜啦嚇，今日亦都係升翻好多啦，係咪？咁就嗱，巴巴咧係一隻幾難捉摸嘅股份嚟嘅，可以咁樣講啦嚇，咁啊升咗一個大升浪之後，連跌咗第3日啦，今日嚇。咁啊，今日嚟又講個投資人嗰個策略部署又應該點做咧嚇？如果講即係巴巴咧，見到今日其實都仲係有好倉流入喎。咁樣當然啦，即係有部分資金咧，佢哋就換咗去一啲可能低翻少少收回價嘅產品啦。咁如果講話咧好倉嘅話咧，見到就牛證為主嘅。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嘅，其實巴巴咧呢段時間嚟講咧，咁佢就即係啱啱跌翻去130蚊嘅位置啦。之前個低位120蚊咁樣啦，所以你揀咧牛熊證嘅話咧，咁可能都即係唔好揀到話咁近佢之前一個低位啦，咪即係驚佢可能要再試一試先反彈啦。如果真係再彈到嘅話，咁我哋可能望下再低啲咯，咁樣116個半啊，或者115啊附近嗰啲位置咧，我哋都有啲產品，咁都100對1啦。相對嚟講咧，即係佢嗰個跳動咧會快啲嘅。可以望一望呢個53734啊，115.5嘅收回價嘅話咧，呢隻都有7.8倍左右槓桿㗎，呢個牛證。
係啦，咁另外啦，即係如果話咧覺得話咁佢即係而家因為前2日咧升翻，咁、可能又要回調下咁樣，咁咧嘅情況嘅話咧，就如果想睇淡部署咧，都有紅證嘅，就68566啦。係68566呢隻咧就收嚟嘅145蚊啦，槓桿咧就9倍幾嘅，咁就其實都比較接近咧佢即係上個星期嘅高位啦。上星期其實升到去即係144蚊附近嘛，咁樣如果覺得話嗰個位我攞嚟做阻力嘅，咁樣其實145附近咧呢一個紅證咧就可以參考下嘅。咁啊睇翻圖表，大家都見到咧呢個幾兩個禮拜咧，每個禮拜都有一大段嘅波幅嚇，咁大家去操作下嚇，部署下咁啊，睇睇大家嘅眼光咯喎嚇，咁啊今日咧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嚇，同 Coco 做一個申報先，有冇持有以上相關股份呢？好似有。多謝晒咁啊！另外投資有風險啊，以下有個免責聲明俾大家去參考一下嘅。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咯喎，拜拜。